Hello，证件有没有带？你怎么又跑出来了？你怎么又跑出来了？等下回派出所一下好不好？对，没事啦。这么冷，那回去派出所一下好不好？我们载你回去，好不好？你钱先收起来啊。哦。先回家。于昨日22时许，警方接获民众报案，于中立火车站周边有女子在逗留。警方到场了解后，发现该名女子疑似有精神状况而离家外出未归。警方主动将其带派出所安置，并提供热食及饮水供其果腹，并通知家属及社工到所处理。该名女子目前已由家属带返家休息。